各位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第3屆家鄉市集。咁我哋今年咧廣東社團都有30個乾貨區喺後邊呢度，有6個熟食區。咁就希望大家廣東社團嘅鄉親嚟買嘢買到開心啲。深圳市集平靚正，惠州梅菜平靚正，東莞市集平靚正，廣州市集平靚正，汕頭老廣最好味，潮州小食平靚正，中山小食美味多，汕尾小食正，珠海小食平靚正，紹興果正宗正，茂名特產花樣多，食過翻尋味，湛江海產頂呱呱，清遠特產頂呱呱，佛山傳統食品多元化。廣東小食 delicious， 家鄉市集平靚正，廣東特產一定正，耶！